西藏文法典研究，不自由虚词，七切显汪间，市集词，典句，又名颜色词，有庄严极色的修辞作用。30颂，松珠巴，阿里契内尼巴吉尔，七间尼唐对巴吉尔，句音拼第二，陈设二庄严。例句：贝尔卷 A 顺向庄严，吞北七间，贼将贼啦背扬巴了，既庄严又显赫。他将他啦塞扬塞，既正确又清楚。B 逆向庄严，米吞北七间。大卡切扬米巴超窝影，虎口虽大咽喉细。普然恰姜得克了吉巴，甘蔗虽断可上供盘。C 吉舍，对北屯啦九巴，雷姜米节，谁姜米啥？事也不做，饭也不吃。尔马谁米显大了昂了巴人，不但告诉我，也告诉了别人。桑叶姜扛萨影，卡朗昂卷，米塔被行土扬谢克。佛陀意为补特伽罗，也临虚空，也至不净土。